我聽講有一部被海嘯淹沒過嘅鋼琴，我當時好好奇佢會發出點嘅聲音呢？我到底會變成點樣呢？就係呢件事，哪怕只有100萬分之一嘅可能性，我都從來冇懷疑過。因為唔知仲會幾多年啦，所以為咗隨時離開都唔會感到羞愧。我諗起做嘢，再多留返啲作品，就係音樂方面嘅。我哋日日生活，其實都俾各種聲音包圍住。雖然平時唔會把佢哋當做音樂嚟聽嘅，但仔細聽嘅話，其實非常之有趣。從音樂角度睇都好有趣。我好想將呢啲聲音融入到我嘅音樂之中。樂器嘅聲音，仲有外界嘅聲音都融合埋一齊，嗰種更加渾然一體嘅音響效果啦。我而家好想聽聽嗰樣嘅聲音。原本自然界存在嘅物質，被人類嘅工業力量，或者話文明嘅力量，將大自然夾硬套入模具中，連聲音都係音準會跑調。人類話嗰係失準，但其實並非失準，而係呢啲自然物質正搏命掙扎，想要返到原本嘅狀態。鋼琴嘅聲音係冇辦法持久嘅，幫住唔理，聲音就會逐漸衰減，然後徹底消失，消失到喺室外嘅喧囂，或喺呢度嘅雜音之中，或許我一直都喺度嚮往嗰種持久嘅聲音，唔會消失嘅聲音，嚮往嗰種唔會衰減嘅聲音。呢或許就係某種永恆吧，嗰種文學式嘅一個隱喻，或者係咁樣都唔定。